大家平安。即摆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哈。咱首先看第18首《我心而乐上帝》，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线接咱来看350首，求主施大恩。咱由原唱第1节到第3节。我心多。
煞接咱来看384首，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咱要是唱第1节到第3节，吼。煞尾咱来看上行吼，天父上帝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咱唱3节吼，第1节到第3节。今日的吟诗学到到这。
请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耶和华啊，我的心神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平素倚靠你，毋通互我见笑，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夸口。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途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佮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同日听候你。三甲来吟圣诗，圣诗18首，圣诗18首，我心阿乐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愿进入你的殿院敬拜，对心底感谢，也谢念你极大的仁慈以及救赎的疼痛，来坚固石盘出欢喜和乐的声。
当阮恬静敬虔，摆咧祈祷，迫切恳求主，求主引带还得较无追求，还是谈判无用，或者是冷心失志的谈判，转来到遮，甲阮相甲聚会。主的拯救是每一个人拢通得到的，佮永远甲阮同在，帮助阮成做你伫即世间喜乐拯救的器具，通过即个来彰显你赦罪的恩典。天父爱阮听你的声，佮较意爱阮听趁假时来行。阮相信，无论外在环境有偌困难，天父犹原掌权立你伫你即个世界。毋过有时阮无去经正确的路来行，发生错误，得到伤害损害。主有指示伫什么时阵就停落来，听候等一下，到伫什么所在就改道转弯。若伫头前有阻挡危险，就爱拍恁转，紧紧回头。天父引带阮行，毋定知影阮所行的路途，阮所走的路径，你拢陪伴伫地。暂阮着专心向前跑走，因为主捌讲，手放伫犁尾，还佫直直回头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台南市立院对巴克利传教士接受调命出现学校以来，开始台湾南部神学教育。100多年来，有竞选呼召主的工人，受造就，准备好势来尽心牧会，固守主所交代的羊群。过去的年日，学校运作有拄到真侪困难挑战，主有带领保守，通顺遂经过。求主施恩看带领即间学院，供给因逐项欠缺的需要，有招备神学教育使命，归荣光主的性命。阮教会得到主的看顾，真侪建设通顺遂进行完成。求你坚固阮的信心，时时警醒伫主所交代的工程。阮伫济南路即个所在，也诚做公益公民活动的场所，真侪人头一遍来遮，望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将来有一天认捌主的福音真道理。季节变换，天气寒热的变化真大，阮教会众会友的身体适应，有时都无好势，身躯无爽快，感冒流行、病毒感染。阮大大细细拢求主医治照顾，若有拄着挑战、试探、惊吓、困苦，求主暂阮放心交托，靠主来较赢。特别最近教会内有兄弟拄着亲人死失，或者是爱伫病院做紧急危险的医疗治疗，阮迫切祈求主施落怜悯甲医治的大权能。虽然有失落3字，主的疼要大大灌压固守，虽是看入忧心不安，主的确时刻施恩保护。求主的疼时时甲阮相甲伫地，安阮的心也壮阮的胆。最后，阮也要为着3月27缅甸大地震来祈祷，求主怜悯受灾的人民。以及救援工作通顺序进行，只是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来出声。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们。请坐。咱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44篇，启应文44篇，咱三甲来交托。恁的上帝讲：
着温柔对也着率领宣布。因的罪责已经行清楚，有啥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吞互甜，冤冤的要解互直。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上主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遐个互羊仔率领的羊母温润啊行。咱来吟圣诗350首，圣诗350首，求主施大恩。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同心来祈祷，天父，你施了丰盛的恩典，搁将活命水泉赏赐予阮，打阮伫你的殿院自责敬拜，求天父帮助阮用心留心来听你圣经的道理，认捌主的声，也得到启示，领受真道，坚心信靠。恳求主用你的疼甲大能力充满阮逐人，互阮伫所行所做通得到鼓舞，所认真努力也无空空着磨，荣光主的圣尊名。同心祈祷，靠主的名求，阿门。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路得记第1章，路得记第1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22节。上帝话安尼讲：事事伫你以色列的时代，犹大地发生饥荒，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囝，对犹大的伯利恒搬去摩押。这个人名叫做以利米勒，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2个囝名叫做马伦甲基连，因是犹大的伯利恒出身的以法他人，因到摩押地就住伫遐。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去，放伊甲2个囝。迄2个囝带摩押女子做某，一个名做俄尼巴，另外一个叫做罗德。因住伫遐约10年久了后，马伦甲基连2个人嘛死去，剩拿俄米家己一人，无翁嘛无囝通靠。拿俄米还伫摩押的时，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互因好修成，就甲伊的新妇离开摩押地，要倒去伯利恒。伊就对伊住的所在出发，要倒去犹大地。2个新妇对伊去。伫路中，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恁转去家己的外家，愿上主施恩互恁，亲像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甲我相款。愿上主祝福恁，互恁2个找到新的对象，有好的归宿。”伊就甲因斟，甲因3时，因大声吼，对伊讲：“阮一定要甲你转去恁的人遐。”拿俄米讲：“查某囝着转去，是安怎要对我？我减会阁生囝，互恁做翁。查某囝着转去啦！我已经老，袂当阁嫁翁。我若还有愿望，今暝有丈夫阁生囝，恁减会当等因大汉，无去嫁别人。查某囝卖啦！我比恁较歹命，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因阁大声吼，俄尼巴就甲伊的大家斟，甲伊3时，毋久路得放袂离大家。拿俄米讲：“你看，恁阿嫂已经转去因的亲族甲因的神明遐，你嘛通缀伊转去。”路得因讲：“毋通逼我放杀你，离开你倒去。你去倒位，我嘛要去；你住倒位，我嘛要住遐。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嘛要死伫遐，葬伫遐。只有死会互你甲我分开，若无，愿上主加倍责罚我。”拿俄米看路得坚决要对伊，就无阁讲甚物。因2人就继续行，来到伯利恒。到伯利恒的时，全城为着因扰动。政妇女讲，这个人兼真正是拿俄米。伊甲因讲，毋通叫我拿俄米，着叫我玛拉，因为全能者
互我受大苦难，我满满出去。上主互我空空倒来，是安怎叫我拿俄米？上主苦楚我，全能者互我受患难。这是拿俄米甲伊的摩押新妇路得对摩押地转来的经过。因伫开始收割大麦的时，来到比利行。愿上帝的话刻掉伫咱的心，诚做咱头前的灯，路上的光。请亚多顿诗班来献诗，圣洁玛纳。请罗牧师来分享圣经的信息。来，咱这人教会礼拜是真大的享受，就是听圣歌队唱歌，安怎唱拢足好听。今仔日我伫爱代表台南新人医，嘛是我的母校。来，咱的教会甲大家讲多谢，因为咱的教会久长以来对神学教育拢非常的关心甲支持，特别咱通过奉献来参与伫神学教育的行列。我一再在讲的一个观念，就是讲神学教育是教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有好的神学教育，咱才有法度栽培出忠实的福音的工人。安尼，咱的教会才会当有气力兴旺起来。神学院甲一般的大学是真无共款哦。神学院是伫栽培福音的传道者，
所以开拓教会、宣扬福音，拢需要有真好的传道者去伫逐所在去伫遐来验证，伫遐来做见证。所以咱来当出力斗三工来关心神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台南神学院是创设伫1875年，咱知影宣教师来迄当是1865年，10年后就设立台南神学院，然后搁再10年后就设立中英中学。台南神学院开始设立的时阵，号名叫做大学，迄阵的台湾话叫做大学，大学。所以咱会当通知伊是。亲像欧洲迄种的形，先设大学，了才设中学。所以设立台南神学院，开始鼓励教会青年来进入神学院，伫遐来就学。除了咱今仔日的教会，嘛爱鼓舞咱感觉优秀的青年，会当进入神学院来受神学教育的训练。然后装备好势，成做一个传道者。咱除了奉献以外，嘛着常常伫祈祷的中间来孝念神学教育的重要性。特别伫今仔日这种的时代，咱搁较需要用一寡时间来关心神学教育，来送搁较侪优秀的青年。进入神学院，伫遐来装备，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恩典，伫150年前，你有差遣你尽忠的工人来设立台南神学院。开始推动正规的神学教育，栽培侪传道者伫台湾各所在，甚至到伫外国的所在，伫遐来见证福音的信息。愿主上帝你施恩疼惜，有即间神学院会当诚侪上帝你重用的教育机构，会当诚侪。训练栽培忠实的工人，无论伫台湾，还是伫国外的所在，诚侪福音的见证。愿将神学院，无论是先生，还是学生，或者是行政的工作者，拢交托伫你的手。愿你施恩疼惜，甲即间学校三甲同在，也甲阮的教会三甲伫地。感谢你的听从，靠耶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在读路得记，咱通讲旧约的圣经有5本册，有5本册是真特别的。安尼头一本就是路得记，搁再来就是以斯帖记，搁来就是传道书，然后咱看到的第雅歌、耶利米、哀歌。这5本册通常达归类叫做圣册，是安怎叫做圣册？因为甲一般的册无共，咱的圣经会安尼甲伊分类。摩西的法律就是摩西5经，这5本册，搁会分类先知的册。咱伫看这5本册拢无归属伫因，咱嘛会搁分类历史的册。这5本册特别，拢是甲什么有关系？甲祭旗有关系。咱今仔日在读的路得记，有甲2个祭旗真要紧哦。路得记就是甲五旬节、甲大寮啊节。五旬节就是开始在收割的事，所以咱读到第1章的上路尾节、20节。讲拿俄米甲罗德倒转去到伫伯利恒的时阵，拄在收什么货？大麦，拄开始在收大麦，安尼这就是5旬节的祭祭。
然后咱读到第3章，会读到因已经修成好势，大寮啊，大布棚开始伫欢喜庆祝。所以这是路德记，甲这2个祭期有关系。咱咧读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另外一个祭期，叫做普尼节。普尼节是伫闪避波斯帝国的时代，有人发动要去大屠杀犹太人。伫这个情形的下面，咱知影末底改甲以斯帖就开始想办法，要安怎救以色列人，救这犹太人免地教和大屠杀。这个祭期留到今仔日也在继续。这个祭期在继续有一个真特别的行动，就是大家人爱互相送礼物。送礼物拢爱去讲一句话：好佳哉，你无死。这是以斯帖记的普尼节。咱搁再看第3本册，就是传道书。传道书是伫纪念什么？传道书是伫纪念这个五旬节甲大寮仔节，所以是甲咱今仔日咧读的路德记是同款。伊咧讲起上帝互你有修成，你得会晓好好运用这个修成，得到这个产业。比如讲，上帝互你有趁钱，你得会晓好好运用所趁到、所收入来的钱。这是咱在读的传道书。咱搁再看，搁落去迄本册，就是雅歌。雅歌是甲什么祭期有关系？雅歌就是在纪念因出埃及这个搬过节，出埃及搬过节，伊亲像新娘甲新郎遐尼的欢喜，所以读雅歌，咱会感觉那阵在讲爱情的故事。这种的爱情的故事，甲因伫旷野漂流的时间是有经验有关系。最后一本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伫纪念耶路撒冷城去互巴比伦的部队拍入去，攻破圣殿，拆毁。这本册是伫讲这个苦难，所以是耶利米哀歌这本册伫纪念耶路撒冷毁灭的背景历史。安尼，咱会当对这5本册来看见，以色列人是通过祭期来提醒历史的经验，甲生活的经验。甲咱今仔日在过祭期无共款，咱今仔过祭期拢走去佚佗，因毋是咧，因过祭期拢甲礼拜有关系，通过礼拜内底甲上帝讲话，来欢喜庆祝，甚至哀伤禁食哦。咱咧看今仔日所读的路德记第1章，咱知影这本册甲约拿书真同款，通讲是故事。所以路德记上特别的所在，开始伊就讲啥？真早进前。真早进前，史书地理的时代，这就是在写，亲像在写小说。若小说哦，就无一定是发生伫史书的时代，无一定。伊会照一个年代背景，用迄个年代背景的情形来伫写现在的代志。这个是真重要，叫做小说的一个背景啊。我哋真爱日本一个文学家叫做村上春树，伊所讲的一句话，伊讲小说哦，敢若一句真的，剩的99句拢假。安尼就是讲找一个真正的事件，用其他的方法，来插火伫迄个内面。路德记其实就是安尼，所以头一句话讲什么？史书
治理的时代。嘛，因为即句话编辑的时阵编伫士师记的后面。其实若去读希伯来文的圣经，就是亲像我伫讲，这5本册是伫圣经的后壁面，毋是编伫士师记的后壁的所在。伊头一句话讲伫士师的时代，士师治理的时代，士师治理，咱若去读士师记，就真趣味。士师记拢会去读到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定定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离开上帝就是去拜偶像，所以社会真乱。这个是士师记的背景，亲像咱在读约拿书。伊会讲，上帝爱约拿去对一个城传上帝的话。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叫伊去，约拿无爱去，用死要来抵抗上帝的呼召。这就真趣味。伊用迄个背景，其实在讲一项。以色列人真排外，对外邦人、对外国人真无爱。这个背景甲什么有关系？甲以斯拉尼希米的时代有关系。若是以斯拉尼希米，安尼就毋是亚述帝国的时代，因为亚述帝国是伫主前第8世纪，以斯拉尼希米是伫主前第5世纪。所以这差不多差甲约300年的时间。路得记伊讲士师的时代、治理的时代，咱若伫读士师记，就真趣味哦。譬如讲，咱若伫读士师记，咱会去读到一句定重复的话：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巴力。巴力就是趁钱的神，伫趁钱的神，生产土地、生产真济的神，离开上帝去拜偶像，离开上帝拜偶像，反映出来就是上帝无甲因同在。上帝若无甲因同在，你业绩搁较济，无路用，因为对敌会来。对敌来，你无能力抗抵抗，你所有的业绩就拢去互摕去。若摕去，就拢总无去，搁会互掠去做奴隶，也是互管辖，真做奴隶一样，艰苦的中间呼求上帝，上帝就派什么种人去帮助因？士师。所以士师的意思就是领导者、管理者。上帝派士师去带因共看顾，这咱对倒位就读得出来。譬如讲《士师记》第2章第2节，如果你头前手里有圣经，你会当打现起来看。第2章第2节，底下就讲什么？约书亚传入去到迦南地了。有交代甲真清楚，伫伊要临终之前交代甲真清楚，绝对毋通甲任何迦南人签契约，毋通甲因做伙。伊讲，着爱将迄个拜偶像的祭坛拢甲伊毁掉。若是无安尼做，上帝无欢喜。确实，读到第2章的第6节到11节，伊就讲什么？讲约书亚迄个时代一个过了，以色列人就离开上帝，去拜偶像啊。约书亚甲迄个时代的人拢总过了，下代人就袂记得。上帝怎样伫因的祖先的中间，伫看顾、伫引带、伫帮助，
离开上帝，等于离开上帝看顾一样。士师记就接续写这句话，伊讲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去拜巴力；得罪上帝，去拜偶像巴力。然后咱看第3章第7节，伊搁再讲一遍。第8章33节到35节，伊咧讲基甸死了后，以色列人同款，搁再去拜巴力。第10章第6节嘛是搁再重复，然后13章的第1节继续重复这句话，讲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所以咱在读士师记分做2部分，第1章到16章，第1章到16章，伊拢在重复一句话：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去拜巴力。然后17章到21章，17章到21章，拢重复一句话：伫迄个时代，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在做工课，若是无王会照家己的意思做工课，安尼就是有权有势力的人，有权有势力的人，伊就袂去看顾，甚至伊会照家己意思去做伤害别人的代志。所以咱若看士师记的最后一章，士师记最后一章，就是21章25节，讲迄个时以色列人无君王，逐个人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这有一点仔像咱今仔日的台湾，这有关系的人，拢会想要照家己的意思去做，真乱的社会。所以士师记这个作者，路得记的作者是照士师记的时代社会真乱开始在写这个故事。咱来看第1节开始，伊在讲什么？士师记的第1节一开始这个经文就讲士师治理的时代。士师治理的时代就发生什么代志？咱在看伊讲。地方有发生什么饥荒？咱知影饥荒有可能几种的因素来造成。天无落雨，台积电会当做雨水无？会当无？你知影台积电无？会当做雨水无？伊会当做啥？也当做 AI， 所以 AI 叫做会害。无论伊外熬，做袂出雨水。上帝无落雨，饥荒一个来；上帝无落雨，土地袂生产，这是饥荒。但是还阁饥荒，还阁有一个可能性。有钱的人会去接住，去收起来，伊在控制什么？控制粮食，控制粮食，送乡的人就无通得到食。咱上惊就是在惊什么？这种粮食的控制，这个真危险粮食若去互有关系的人控制掉咧。弱势的人就会陷落伫妖恶的中间，这拢在讲到士师的背景，所以伊在讲，迄个时代犹大地发生饥荒，请咱会记犹大地叫做迦南地，迦南地应该是讲做老啥？咱拢敢记得老年老日，真肥真水的土地嘛会发生饥荒。安尼在讲到什么？伊用士师来在讲，因已经无相信上帝。然后伊讲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囡仔离开伯利恒去倒位？去摩押。
请注意，伯利恒这个城，伯利恒这个地区，就是迦南地的牛村。牛村，台湾的叫牛村，国语知道吗？粮仓哦。你知影台湾啊？台湾伫1930年，乌山头水库做了，乌山头水库下达由于这个巴田鱼做乌山头水库了，台湾的牛村伫倒位？知影？知影无？那你拢唔知？嘉南地区，嘉南地区，所以落尾嘉南地区的农民，替北田11做一线东上，栽伫迄个水库的边啊。本来嘉南地区是无水的，是荒坡，有水，有灌压的水准。所以就真做台湾的牛村，伯利恒是嘉南地的牛村。不过牛村哪会变做饥荒出现？这个已经在表明一项，就是什么？迄个时代对上帝无信心，然后移民去倒位？去摩押。咱知影摩押若对摩西律法，咱若会当达现圣经甲伊看，《申命记》23章第3节写一句摩西律法非常重要的规矩，安尼是在讲什么？摩押的人甲亚门的人绝对袂使用恩言去敬拜上帝。甚至到第10代，什么叫做到第10代？永远袂使去敬拜上帝。你看摩西律法有这个规定，安尼就是在表示以色列人对摩押的人是非常无法度通接纳的人。其实摩押这个字眼伫希伯来文还阁有一个意思，对敌。所以以色列人看摩押的人，就是看作对敌。这拢有历史的因素的背景。咱若看《申命记》23章第4节到第7节的描写是安怎定这个律法的背景。咱通知，因在对一个敬拜上帝祝福的所在伯利恒移民到一个无敬拜上帝的所在的摩押。去遐得求生存，这就真有意思。这拄是史书的背景，离开上帝去拜偶像是同款。所以咱会当看出，这个作者开始就安尼在切入这个故事，开始在描写。咱通知以利米勒就带伊的母囝。拿俄米甲两个后生马伦基连做伙出去。摩押这是以色列人观念中叫做垃圾的人、垃圾的族群。安尼一口罩死的人就移民，才加一句话，讲要暂时住伫迄个所在。要去避免这个灾难的来临，所以因就去。咱知影，其实以利米勒是伯利恒内底的一个蒙族哦，是蒙族，所以大家人拢捌因。这就是后来咱在读伊倒转来时，规个城的人拢着惊哦。安尼，咱来看一口罩死的人就移民伫上艰苦的时间，移民去到伫摩押的土地。咱会当来看，伫遐经验到的什么？上少伫遐住10年以上，本来是暂时要伫遐住，住了煞无拍算时间过得真紧。大先死去的，就是以利米勒，过来两个后生嘛死去，一口罩6个人，
3个查甫人死去，剩3个查某人拢总酒馆。各位兄弟姊妹，圣经的时代，妇人人若结婚无生囝，迄是真艰苦的代志，因为干那囡仔才会当承受顶代的士大人留落来的土地。若是无生囝袂当，你若有生囝，无论是查甫的或者查某的，拢会使。这是摩西律法有即个规定，就是生查某的，无生查甫的，嘛是无结婚就会使承受土地。无咱通知，因要离开摩押的，离开伯利恒去摩押的时，咱知摩西律法有规定，土地袂使买卖，但是会使去抵押借钱，会使去借钱，袂使买卖。所以因要离开伯利恒的时，土地有去抵押摕钱，然后移民到伫摩押的所在。无拍算，上少有10年的时间，3个查甫人拢过身，3个查某人拢变做长官妇人人，因为拢无生半个囡仔回来。为着即个代志，拄伫迄个时阵，伫因上困难，嘛有可能伫摩押的所在，钱拢已经用了。拿俄米就想到，伊搁再听到什么？上帝祝福伫伊的故乡伯利恒，遐有好的收成。各位兄弟姊妹，上帝祝福的土地，上帝竞选的选民，毋是逐项拢顺遂的。咱的生命的路径嘛会拄着艰苦，但是咱定定是拄着艰苦。得开始得怀疑上帝，会离开上帝。这嘛是我伫和信病院工作定拄着，这信耶稣的病人，拢定会甲我问一句话：牧师，我哪会带这个病？我讲我哪会知？无礼拜拢袂着，我这个定去礼拜拢会着。定定真侪人会问这个话。拄着艰苦，怀疑上帝。其实伊入面了，伊离开。虽然这个伯利恒的所在有饥荒，其实迄个时阵的人已经甲上帝的关系，就是亲像士师的时代同款，已经离开上帝，诚做无好势。后来有可能伯利恒的人伫饥荒的中间有悔改，所以上帝有祝福。然后拿俄米听到伊伫摩押的土地，伊知影伊搁再大落去，绝对毋是办法。因为伊是一个犹太人伫摩押的土地，伊嘛无法度通做一个长官妇人人伫遐继续生存落去。伊不如得倒转去，所以圣经的作者写讲，伊甲2个新妇就行李款款的要倒转去故乡，因为伯利恒有得到上帝重新看过，伊倒转去。圣经甲咱讲，行到半路的时阵，摩押。这个拿俄米就甲2个新妇讲：“恁毋好跟我转去。”拿俄米是真清楚，伊带2个摩押的新妇转去，绝对有问题。我头先有讲过，根据摩西的律法，《申命记》23章讲什么？讲摩押人是由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什么？泰国人、拉萨人是对敌，甚至袂使参加敬拜上帝的行列。伊带这2个人转去，要结婚真困难，非常困难，要找到新的对象无法度。所以鼓励这2个新妇转去，有讲一句真要紧的话，伊讲：我看恁毋好跟我去，恁转去恁的后头厝，转去。
咸菜恁会当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对象，有一个归属。归属就是讲有一个新的家庭，恁通回去，谈恁少年通回去。伊感谢多谢，讲恁好款待伊过去死去的人，恁家好款待，包括我这个活落来的人，恁嘛无气杀我，所以恁通回去，谈恁少年通过去结婚。第6节，咱注意看，那俄米要伫摩押的时，伊听到上帝祝福。所以，伊决定要回去。然后，咱看第79、13节。第79、13节，伊就鼓励这两个新妇倒回去。无这两个新妇，伊但鼓舞两个新妇无爱要对伊行。那后面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伊讲我。就是今仔日会当搁结婚，连面生囝，这也真趣味吼！我今仔日结婚，连面生囝，得搁保庇生后生哦，上好生双生，会当甲恁两个人结婚。但是恁得搁等偌久？因迄阵结婚的年岁，平均的年岁，查甫的是14岁到15岁。查某的是13岁、14岁，因迄个时代，圣经的时代，平均年岁45岁。咱今仔日平均年岁几岁？拢80去啊！所以你看，圣经的时代，平均年岁45岁。那后面讲我已经老，未生。恁要少年，较紧过去嫁，恁得回去。就是我今仔日会当结婚，找到对象，生囡仔出来，恁敢会当等遐久，无过去嫁人？大家拢会就抓，绝对会。不过爱情若来弄门，拢会卖。这就是在讲到什么？讲到一个约的背景，这个约的背景是甲这有关系。所以拿俄米甲两个新妇苦劝回去，绝对唔通对我回去到伫伯利恒。伊阁甲伊的新妇讲什么？伊讲上帝责罚我，所以。我真艰苦，嘛为着恁真艰苦，恁通倒回去。所以咱伫遮伫看，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伊知影伊带两个摩押的查某人，若回去到伫伯利恒，因头一个会拄着，就是无法度有社交生活，因为犹太人的社交生活，就是通过献祭，通过敬拜上帝。伫遐来得经验社交生活，若无因拢总无法度。搁再一人，因为因酒馆，因会当去卖园捡卖水来度生活。毋过咱通知，富人人社会地位真低。圣经的时代有两种人无算人，头一种是什么人？囡仔搁呢？富人人。富人人甲囡仔无算人，长官富人人有迄个长官富人人伫穿的衫，真紧会互欺负，特别是摩押的查某人。咱若去读第2章，咱就会读到什么？读到波阿斯看到罗德，就甲罗德。伫卖园伫捡卖水，甲罗德交代一项：你毋好去别人的园里捡卖水。我有交代遮的女工，带你做伙捡卖水。我有交代遮的查甫的工人，袂使甲你欺负。你看一个摩押的富人人，
迄个语言有差异的所在，佫是一个掌管年轻的妇人人，去到伫犹太人、犹大地、以色列人的土地，绝对会去互欺负。咱莫讲到因呢，讲到我伫监狱伫工作的时，会武林外也工人去伫测甘蔗。头前伫测甘蔗，测甘蔗的后壁面就是女工，女工伫写甘蔗尾，甘蔗尾白白的，爱送去倒位？咱捌伫超商看到一种牛奶，叫做初乳牛奶，来送去初鹿牧场饲奶牛。遐查某人伫写甘蔗尾，后面就佫缀一阵犯人。头前是犯人测甘蔗，后面是查某的工人伫写甘蔗尾，拔甘蔗尾，然后后面佫一阵，就是这个犯人伫拔什么？拔甘蔗，规把送去汤厂的乌台火车。你知影去甘蔗园看因地真趣味，迄个伫拔甘蔗。定定三不五时，就走去头前，甲迄个女工尻川皮拍一下。迄女工会举喷刀，因为伊伫写甘蔗，尾个刀仔就定安尼，过来，手就甲你剁掉。啊，其实因是伫创啥？伫耍，啊，毋过迄耍拢会头蒙。咱咧看摩押的查某人，转去到伯利恒，捡袂遂。阿斯7交代8交代，你毋通去别人的田园去捡，你留伫遮，我有交代工人袂使甲你欺负。咱就会当看出拿俄米伫甲讲，转去，你毋通对我转去到伫迄个所在。咱伫遮就看到拿俄米伫11节讲什么？伊伫11节讲。我已经年老，我无法度通去结婚生囝来做恁的丈夫。这句话甲什么话有关系？甲《申命记》25章第50到第10节，这一个婚姻的条例叫做利未拉特婚姻条例。利未拉特婚姻的条例非常特别，伊咧讲你的兄弟若你的兄弟过身，你的兄弟的某无生囝，你做兄弟的人爱带你兄弟的某来过门，干那一个目的，替你的兄弟生囝。这个叫利未拉特婚姻条例。咱知这伫今仔日是袂通的，法律嘛袂用稳的。毋过以色列人摩西律法乃定这个条例，这个条例有一个足基本的精神，就是爱替你的兄弟保留什么？保留土地，因为你的兄弟若是无生囝继承落来，你的兄弟的某无生囝，就袂当继承土地，啊，土地就兄弟分去，啊，你这个兄弟的某。就爱去扣食，靠人施舍来过生活。所以咱在读马可福音书12章41节到44节，有讲一个重要的故事，在讲有真侪好野人去圣殿奉献，不过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妇人人献2个半厘，迄个妇人人是什么种人？你若讲长官妇人人对毋对？你就爱讲送香的长官妇人人。是安怎伊叫送香？因为伊无生囝，伊袂当继承土地。咱咧看创世纪38章写即个故事，伊讲犹大有3个囝，大汉的娶一个新妇，名叫塔玛。大汉的娶新妇塔玛，也未生囝，大囝就死去。
犹大第二囝带塔玛过门，带兄嫂过门，但是这个第二囝心思念头无好，伊无爱互兄嫂怀孕，甲伊同房无爱互伊怀孕，因为无爱互伊怀孕，咱知影上帝是知影人的心思意念的。上帝看这个第二囝念头真可恶，贪心想要占兄哥的财产，上帝互伊死去。犹大惊一个，所以甲塔玛讲什么？你转去后头厝，等候第三囝当大人，我就通知你倒转来甲伊同房。无咱通知犹大可能会惊这个第三囝有哪安怎，有哪带去，所以第三个当大人伊无通知伊转来。他妈会算无？当然会算啊！小姐的大人已经当大人遐久，我拢还无接到通知，袂当转去大官的厝，所以伊利用一个剪羊毛的祭祀。装甲真水，长官妇人人的衫脱开，打扮甲真水。咱毋知迄经过偌久，犹大已经袂记得新妇生做安怎，伊要去参加祭祀活动。他妈在城门口，在搭热手来。犹大已经死某就活去，安尼爱偌济钱？你知影？即摆来是我讲的，他妈讲啥爽快就好，哪得钱？不，犹大得典型一个查甫人，伊讲妈，我吼因仔客互你，我即支拐仔有写我的名，拐仔背有写我的名，用这我抵押，我等候祭期倒转来，我会照应该有的市场行价，互你。物件才还我，所以转去犹大真正安尼做。问题是派人摕遐物件，摕一只羊仔囝要去换伊的囡仔甲拐仔倒转来时，去到遐四界找人问：恁即个城妓女是伫倒？妓女户伫倒？还是遮倒位有妓女？因迄个城人讲：阮即个城无妓女。所以就倒转去讲找无，犹大讲算了，我囡仔订刻就好，拐仔搁订做一支就有，无介趣味，袂想要做伙，外面偷食菜，就丢。3个月后，他妈寄一张批，叫人摕去予犹大，甲伊讲一句话：你的新妇怀孕。好，犹大气甲要死去，讲他掠出来放火烧好死。他妈讲，但我烧死不要紧，把这个物件摕转去还这个主人。犹大气着讲，夭寿安奈我，所以讲一句话：我的新妇比我搁较知影守规矩，比我搁较知守这个婚姻的条例。所以后来犹大就将新妇他妈带转去厝，甲伊照顾。后来就拢无去甲伊同房。这是创世纪38章所得描写这个婚姻的条例。咱来看这个14节、15节。14节、15节，俄尼巴这个大汉新妇，伊就甲什么？甲拿俄米小金甲伊3世，既然大家安尼讲，好吧，我就倒转去。无咱通知罗德无爱转去。14节得讲罗德无爱，伊坚持要对。无咱看这15节，拿俄米甲罗德讲什么？你的兄嫂已经转去伊本族的所在，甲伊的神的所在。请注意，伊遮讲什么？伊本族甲伊的神，
才得用这个神的字眼是复数的。复数的神得表示什么？伊有两种的意义。第是摩押的土地有足侪神明，这是头一项。第二项得讲什么？罗德甲伊的兄嫂俄尼巴过来拿俄米这个家庭的时阵，嘛将神明神煞加入来。换一句话讲，因伫摩押的土地无坚持要求这两个新妇爱对因坚守、坚持接受耶和华宗教独一神明的信仰态度。伊是讲，反正你入来，因得住伫摩押，已经住遐久，嘛有可能无想要倒转去。无当伊听到伯利恒上帝在看顾，开始佫会当生产丰盛的生产的时，伊才会想到伊来转身倒转去找求上帝。所以伊将这新妇叫因倒转去。伊甲罗德讲：你看你的兄嫂已经倒转去，伊带来神明嘛神煞早倒转去咯，转去敬拜伊原来的神。咱即马看16节、17节、16节到18节这段圣经节，会当讲是罗德记一个真中心的一节。咱看16节，伊伫遮讲什么？伊讲罗德甲大家讲，罗德甲大家拿俄米讲，请毋通叫我离开你。这个离开的字眼有一个意思叫放杀、放弃。毋通叫我放杀你，毋通互我离开你，无插你，毋通安尼哦，互我甲你做伙去。然后伊伫遮就抓誓约，开始在讲伊的誓约。伊讲你去什么所在，我就到遐；你住伫遐，我嘛住伫遐。请注意，即句话在讲啥土地？你住伫遐，我嘛住伫遐。你去到遐，我对你到遐。安尼在讲人甲土地是结连做伙。创世纪第3章在讲起上帝因为人犯罪责罚人的时阵，有讲一句真要紧的话，讲什么？讲土地因为你犯罪连带受刑罚。安尼就是人甲土地是分袂开的，是结连做伙。所以伊大讲你住伫倒位，我嘛住伫遐。过来即句话就真重要。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民族是我的民族，然后接落去，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罗德在讲这句话时，已经在表明一项：我无要搁再炸摩押的神明，亲像我的兄嫂，伊倒转去将神明炸倒转去，即马我要去到你的上帝遐。你徛起的所在，迄个土地，你的上帝看过的土地，我无要搁早即个神明倒转去。换一句话讲，我要完全甲你结连做伙。你的敬拜上帝，就是我敬拜的上帝。这个是罗德达拿俄米讲的话，然后伊最后的一句话讲什么？伊讲你死伫遐，我嘛死伫遐。然后除了死，无任何亏力会当互咱两个人分开。伊其实即句话意思，毋是讲死得煞，就是死，我嘛要甲你死做伙。所以你埋葬伫倒，我对你埋葬伫倒位。这就亲像咱台湾人定翁仔某无共款时间过身，拢会留一个墓窟要藏做伙共款。有的人较简单骨灰拢悄悄做伙，安尼永远袂三离。这今仔日较进步，会安尼做。咱来看罗德，就是咧表达这项。
伊讲你埋葬伫倒位，我埋葬倒位，就是死嘛袂互咱两个人分开。哦，这咒诅吼，这个咒诅是新妇得甲大家咒诅。咱啊看这是伫讲什么？咱在圣经的中间若伫讲咒诅，就是伫讲甲上帝立约。咱知影婚姻特别若伫结婚啊，牧师伫遮拢会问啥？你有承认伊是你的某无？你袂使讲我想看觅。你得讲有，啊，然后牧师会讲，无论拄着什么代志，伫活第日，你拢袂使离开伊，你嘛袂使讲好，即项爱考虑一下。你得坚定的信心讲啥？袂。但是请注意，结婚迄毋是伫甲牧师立约呢，牧师是伫主持一个礼仪。迄个立约是甲上帝立约，甲上帝。所以我真无爱结婚礼拜，好伫讲笑话，伫算。我感觉迄是伫咒詛，伫甲上帝咒詛。那甲上帝咒詛是一个生命的告别。咱来看路德伫甲大家讲什么？你死伫倒，我嘛死伫倒，埋葬伫倒位。就是死，拢无搁再三字。即句话，互心人听着真感动。拿俄米就无阻挡伊，就安尼带伊倒转去。咱得看，这就是一个立约。所以咱得看罗马书第8章，其实就写即个35、39、39节伫罗马书第8章，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到咱甲上帝的关系，就亲像即个生命的约，无论伫什么境遇状况的下面，无论什么种的困力，都无法度替咱离开，照着耶稣基督甲上帝结连的关系。无论是天顶的灵、天使，或者是地上一切困力，拢无法度。所以咱去读罗马书第8章，就会读到这个故事，就表明这是一个真正疼，就是我绝对甲你无分离。所以咱若看伊对倒位开始讲，对土地认同，对人的认同，对生命的结连。伊伫咒诅互上帝听，嘛等于伫互拿俄米听，互拿俄米听，伫互上帝听。咱看19、19、22节，19、19、22节，伊伫讲什么？因就继续安尼行，伊无搁大杀，鼓励伊转去就带路得做伙行，转去到伫伯利恒的所在。伊讲伯利恒城的人看到伊，拢着安怎？拢真激动。这个真激动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这是一个蒙族，以利米勒是蒙族。因当时出去有一口罩4个人，听讲伫迄边有带新妇，我转来那剩2个查某人，佫是大家新妇。毋然呢，佫是安怎穿什么衫？上官妇人人的衫。所以逐个人就开始传，哪会安尼？哪会安尼？这敢真正是拿俄米？拿俄米听到就讲一句真出名的话，伊讲毋好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这个名的意思叫做真甜、真水。伊即马伫表明我已经无甜，是真艰苦，所以伊讲得叫我玛拉。玛拉就是伫讲什么？玛拉就是伫讲苦。这甲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入去旷野头一遍，拄着要啉的水，找着要啉的水的时，发现迄水是苦，所以迄个名就是对遮来。伊讲我的生命艰苦，然后又讲一句话。伊讲我要出去的时阵，
真丰富，真有钱离开。我头先有讲，伊的土地是安怎去抵押，毋过我倒转来时已经安怎，什么拢总无。耶和华上帝刑罚我，这是拿俄米所讲，全能的，互我的性命艰苦。全能的上帝，互我的性命艰苦。但是伫这个艰苦的中间，伊倒转来到伫伯利恒故乡。伊其实用这个方法，罗德记的作者用这个方法在讲，因离开上帝，伫苦难的中间，伊倒转来找求上帝。伊讲倒转来的时阵，倒转来时，伊讲拄是在受什么大骂。这就是我在讲受大骂，就是五旬节期的时间开始。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在读这段的这章的圣经节，伊在甲咱讲的头一个观念，安尼就是听，真正的听是对认同甲合一来开始，真正的听是你有认同。有认同，你才会当甲伊结连做伙。真正的听是对遮来得着手，若是无有认同，就无有听。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台湾真正的问题，有足侪人伫遮出世，有足侪人伫遮食水、食米，伫遮长大，伫遮成长。伫遮受教育，享受真济社会福利，但是对这个土地无认同，对咱台湾的人民无认同。这个咱若在看竞选，大家拢会讲啥？我真爱台湾。你知影全世界对一个人上爱台湾？习近平。伊讲有认同台湾，伊若认同台湾，伊袂想要拍咱啊，袂甲咱威胁啊，应该是陪咱三冬行，甲咱疼惜，毋是一日到晚在恐吓，毋是安尼。咱咧看罗德在甲拿俄米讲的，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土地就是我的土地。你住伫遐，我甲你做伙，到死都无离开你。各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听，用生命在表达这个听。这个听同时阵在讲啥？欲，我接受这个欲到死都无要放弃。咱咧看拿俄米以利米勒，因是对伯利恒离开，其实就是咧表明因对上帝约已经疏忽，这就是用事实做背景的一个原因，已经离开上帝。不好加在伫咧艰苦的时，倒转来咧追求上帝，上帝接纳因，所以伊用什么倒转来时？已经有大马通修行，用这个来做背景。咱咧看这章的圣经节，伊在甲咱讲什么？毋通忘记，咱甲上帝中间有约。我来问一下，咱有受过洗礼的约的人，举手者。多谢。毋通忘记啊！你毋是甲牧师立约，那甲牧师立约会使讲哦，3年后佮重新换约。婚姻嘛是安尼啊，牧师袂当甲你证婚，讲我甲你证婚3年有效。这拢在讲到甲上帝立约，甲上帝立约是在表明是一个生命一世人的约。一世人的中间，咱会经验到艰苦，毋通因为艰苦离开上帝。上帝一定会看顾。这种的观念要持守好调，这是罗德记
要甲咱讲的一个真重要的观念。第三，路德记在甲咱讲，有上帝引带甲看顾，咱的生命才有得到保全。失了上帝，咱有一日会失了一切。今仔日咱台湾的教会应该定心来思考这种的观念。咱的教会是毋是真正用上帝做咱的中心？咱的社会今仔日真乱，因为咱无真正是有信仰的一个中心。咱来通过今仔日的教会来甲咱的社会讲，伫阮的教会有上帝甲阮同在，无论偌济苦难得临到，阮的教会永远坚持阮的信仰的态度甲立场。这个是路德记的作者一直要互咱知影的所在。上帝袂放咱孤单，伊一定会帮助咱。有上帝甲咱同在，咱就会得到保护。若无有上帝，咱无论得到偌济，有一日拢会失了一切。亲像以利米勒离开上帝去摩押的地，所有一切就失落去。好佳在伫那俄米要活地时，因通倒转来，上帝就看顾这个家庭。愿上帝赐福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疼惜甲恩典，互阮对路德记的故事会当做真侪信仰甲生命反省的功课。特别伫即个动乱不安的世代，互阮甲教会徛起伫遮，阮会当勇敢见证，无论什么情景、什么境遇，阮一世人的日无离开耶和华上帝。愿你坚定阮这号的信心，感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回应诗，圣诗384首，圣诗384首。注果若要做我学生，才能起立来吟全首。是。
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有3项代志要伫遮来祈祷。第一，为着台南新学院培育传教者，甲促进上帝国；第二，为着基督徒伫时代处境中行公义、好人民的见证；第三，为着受迫害的基督徒，特别伫中国也是中东、北韩，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请廖下面即事做结束的祈祷。主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召集阮伫遮来领受你的话语。即时，阮将下面大道的事项，恭敬交托伫你的大权能手中。阮知神学院是栽培传道者的所在，恳求主，你施阮祝福台南神学院的发展，引带现身受教的神学生得到装备，成做你所用的器具。为主传福音，尽心来拍拼。主啊，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阁是一个义爱公义的上帝。恳求主，你的圣神充满阮，互阮伫社会中行公义、好怜悯，活出基督徒应有的好款式，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即时，我嘛为着因为信仰受到迫害的兄弟姊妹来祈祷。请求主你坚固伊的心智，早日脱离凶恶的压迫，得到对你来遐真正的自由甲平安。我嘛为着台湾正百姓甲台湾政府向你恳求，求你保守阮免受恶当中的事，使众兄弟姊妹有智慧、有勇气，肯徛出来为守护这片土地来拍拼。嘛，使互执政者有智慧、有疼心，带领台湾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上。主啊，阮知影这世界顶面犹原有济济丧乡的人，有难民，有困苦的百姓，有受压迫的人，嘛有因为地震、战争等等受灾难，变成有路无厝的家庭。请求主你施阮伫因的身躯顶，互因得到帮助。早日脱离丧乡的痛苦。最后，我嘛为着普世一切爱自由、听民主的国家合作来祈祷，愿众人同心合一，互上帝国的荣光引到世间。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请坐，咱来看今日的周报。通知事项：3月份的特约长老是王英德长老，4月份的特约长老是林文忠长老。报告事项第一项，今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新学院有请杜俊义牧师来遮讲道请安甲募款，同心为着台南新学院来关心奉献甲代祷。第二，咱过来礼拜了后，咱有3个活动要伫遮举行。第一个是11点的时阵，伫美院的教室有全教会演讲会，主题是保罗像犹太人，保罗身份认同的问题。主讲是台神的副教授吴孟汉，主持是台神的助理教授邱凯丽老师。下晡1点，伫即个所在要举行清明追思的礼拜。下晡3点半，要伫拄啊迄个美院的小礼拜堂要举行新学礼拜日的演讲。咱为国度有请于杰，咱的一个历史学者要讲咱为国度和垃圾时间。第5。4月13是中秋主日，受难周的开始。咱伫受难周的时，请咱减少参加喜宴也是旅游。伫4月13，咱要举行圣礼典。圣礼典服侍的同工，请咱家己看。第6，咱伫4月13下晡3点伫遮要举行一个圣诗手册新册发表会。这个发表会是由陆一道牧师甲李金雄牧师要伫遮讲，上主教咱唱新歌，这是咱的圣诗的手册。另外，咱伫4月18有一个受难周的职工的礼拜，时间是暗时7点半，伫这个所在。圣经学校春季班拢总有7个课程，详细请咱家己看。这礼拜的守护台湾的祈祷会要暂停。另外，伫2025年婚姻成长的团契，拢总有5遍，伫5月加到6遍，伫5月到10月，每个月聚会1遍。详细内容请咱家己看。报名时间对4月初7开始，到4月初7截止，即时就开始。具体的交通，林宗义长老甲林李美珍长老娘的安葬礼拜。是伫4月初2拜3上午，伫基督教平安堂。另外一个三体祈祷的代志，是咱主内所定爱姊妹安息主怀，伫3月22拜六上午4点的是安息主怀，享年93岁，愿主安慰遗族。个别礼拜举行的时间是4月初10下晡1点半，伫咱怀爱馆景仰路的2楼至善餐厅。有关团契的消息，新社的园地开会通知教界消息，顶礼拜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即时要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是康胜富教授，唔知伫倒，互咱做阵来拍拍欢迎。
过来介绍的是杜美玲姊妹的小妹吼，杜素玲甲伊的妹婿洪启峰，来请起立，欢迎欢迎，请坐请坐。另外一个补充就是4月初2下晡1点半伫咱教会有举行杨启秀牧师娘、杨王婉牧师娘的这个告别礼拜吼。请咱做阵关心甲代祷，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每一位生下伫地。咱来唱每遍诗，圣诗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咱起立来念全首，因时后要请罗牧师来祝祷。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疼痛，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神的相通、帮赞、祝福，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密道散会，今早起第一场礼拜到这。